你要把心放下，你没个去揪在那边，你要放下。啊，那个小偷可能就是你过去是跟他有姻缘的，所以他才会来偷你家的财产的钱财，啊，结果伊讲，可是师父，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你还有问题吗？师父，那一个小偷，我看到他来庙里，把你们家庙里的功德箱给抱走了。这个师父一听到，马上拉着他，小偷在哪里？小偷在哪里？小偷在哪里？赶快去追！伊就甲救去啊！各位浅显，这不是咧好笑，或许你看到这个同齐看到这个影片时，或许思考拉到我们身上。咱有时啊吼，真正拢会去想着讲安那，想着讲，今仔日若唔交我无相关的啦。交我啊，跟我们个人的相关的都会讲得很好听，家己拢会晓讲放下啦，唔免起这烦恼心啦，代志过去就好啊啦，咱是毋是拢会安尼？包括互咱嘛是拢会安尼。毋过当即件代志交你有相关的啊，交你有重要，有交你关系到的，你着赶紧要紧啊，是无？咱拢会是安尼。这个是看影片真的很好笑。不过迄个笑点我们不是只有笑点笑过而已我们要拉到我们自己身上。有时啊，在修炼学堂咱有时啊爱对迄个愈微细、愈细节上面去觉、去体会，迄才是咱真正要爱的。若无咱拢是伫咧这个皮毛上咧修行，拢伫咧皮毛上咱咧谈修行。挂名充人数一般啦，转去就开始搁做工课。有时候或许会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修一辈子，不要说我们要为天比天啦，光我们的自己的脾气毛病，心境上都会退心，都不会提升。或许包括是在内，说真的是道理道理一样道理咧准备。互下拢先拢有到咱家己的身躯顶，先咧成全我家己啦，先咧先在成全自己。后学常常这样回心，把一个道理，把一个影片拉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有时候后学透过自己，我们为什么遇到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怎样？怨天尤人。哎呀，天啊地啊，为什么对我拢无公平啊？我明明就认真咧修的啦，无唔对。你连个全勤奖，每班都班到。各位前辈，你有没有自己先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我改变了多少？我自己班到，班在参班，班入班，我自己改变了多少？我有没有这样问心自己？我前年有没有比今年？我今年有没有比前年进步？我们不用去跟外面比，只跟自己比。静下心来，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后学常常在后面都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先把自己的，人讲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自己的毛病自己最清楚，你自己哪边有毛病，自己有什么有习性的地方，你自己最知道。所以你要怎样？要像我们被时间这样迷离。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你就是在这边拖延你自己的时间，你把所有时间、把日子都拖掉了，被我们自己的惰性都磨掉了。有时候后学现在都是这样，告诉自己，我们不要再抱怨。一开始我们会，包括后学也会，哎呀，为什么是我啦？这件代志我明明就认真在听道理啊，为什么我就咧想我上天这么慈悲，拢搁是用考咧甲我考啦？各位前学有时候咱来去想，这个课是咧造就你所以我们要把静下心来，我们智慧就会流露，会学的。经历后学最近体会到说，真的透过这个题目经历我们要会不会过？各位前学，经历会不会过？所以我们要把痛
回归到精力。如果咱若安尼做，把痛交给精力，会不会过？会嘛？搁较艰苦，嘛是会过。这件代志发生的时候，当下你绝对是会足艰苦，无毋对。但是迄个艰苦，伊会透过时间慢慢，代志就经过。所以把痛交给精力，交给精力，他会过，一定会。所以人家说关关难过关关过，把责任，把责归到什么？归到因果。万般拢是因果，这是我的责任。所以咱无啥物人个抱怨，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是我的因缘跟贵体。所以把责任，我们要归到因果。把心归到什么？当下。把咱的心，这粒足混乱、足万分的心、足痛苦的心、足寂寞的心、足烦恼的心、足无好的心，你就会当当下回到当下。当下就是回归到咱上天在创造天的时就是中，回到归零当下清净本身。所以咱来安尼，所以有时候或许常常遇到事情，都告诉自己。真的，就需要咱有一个处长安尼，爱有正能量，自己先认为就归了，我正能量家己就漫天游人了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不胡思，为什么是我？一开始咱嘛会安尼嘞，毋过咱搁敢若回光返照，有架甲想来，静落来甲想看卖啊，安那，咱有法度去接受这了，你的心就静落来，静落来了后安那，迄个苦，迄个痛，你会感觉讲，敢若无遐大哦，迄个打击没那么大哦。其实不是它痛变消失了，而是痛它变少了，是你不再做，你的心不再纠结，不再执着在那边了，你怎样跟自己和解？你放过你自己了，你放过你家己啊！毋是人放过你哦，是你家己的心，你家纠结在那边，你无爱放过你家己的哦，你无爱和解的哦。所以当下你又觉得你不再做回应的时候，你会觉得，代志嘛是袂去啊呢，偌有我想遐严重呢，真正是安尼呢。或许真的有去尝试体会这一点，所以或许现在都是给自己的作用。我的人生给自己打强心剂啦，正能量。我的人生没有失败。我的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我就是成功，要么我就是成长。给自己正能量。真的。我真正我失败，人讲迄毋是失败哦，迄是经历你的经验哦，迄是伫了你心境在提升哦。后学常常也会回去看弟弟，也一直在鼓励他们啦。因为伊我拢甲伊交二姐四个，拢甲伊鼓励到伊拢亲靠弟弟跟姨妈。所以你如果给自己正能量之后，你就会释怀，你能把助力当主力当助力，迄个阻碍会足紧就过，因为你无爱纠结物件，你的心会无回应啊。一个人若讲对我安那你若拢爱插伊到尾袂搁来找你麻烦啊。像阮公司就是一个经理啊，规工干我挑人家的毛病就是规工要纠结，要甲你插，要甲你顶。一天到晚从早上就是喜欢定人，找人家毛病。我都完了。习惯了，不爱插伊啊，就是不理他。奇怪，今摆那叫平静啊，最近那叫平静啊，因为什么？你不再做回应，你卖你，好，是，你骂没对啊，他就骂不下去了，对不对？不是他不会骂哦，他骂的还是
一样，然后讲大脑汤的拢骂伊，拢叫伊是大脑汤的哦，他还是会，他是那种个性还是在，不是他没有了，是我们不再做回应。对，所以你当然摕本册要互你，你不爱收伊，个赶倒转去嘛，这个我都你就是安尼。所以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敌人，我的人生无敌人，没有敌人，只有什么老师，只有老师，老师是安那，要么不就是得到。要么就是怎样学到，咱若是有互咱家己这个正能量，你拢无敌人啊，慈悲都没有敌人，所以有时候咱伫道理上会教咱讲啊，慈悲的爱慈悲心，哦，你若有慈悲心，你就无敌人啊，你的人生生命里面就没有，要圆满自己的生命，就是不能有敌人。你如果把每个人都当做你的老师的话，你真的在他身上就会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虽然这个人无好，伊嘛是我的老师。为什么？不显灵，就是显灵之书，就是之资本，伊的资料。这个人安尼啊，我唔通像伊安尼啊，一面借镜，啊显灵是不显灵之书，各位，想看嘛呀？静下来，我们再动动脑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老师？有哦。对，在家有父母亲，一生下来最贴切，他是我们的什么？生我们的我们的老师。到了学校，有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知识。到了道场，有什么？有钱人、老钱人、钱人。有没有？有点传师，有没有？各位全贤，你有没有得到？有没有学到？有哦。咱有得到无？有。咱有学到有学到无？有。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自己静下来，我很感恩呢，我很庆幸呢，我这样有呢。你要去抱怨啥？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过来，我的人生。是怎样？我家己的人生将来伫我家己的手上，我不会去让别人再安排，所以我的人生怎样允许任何事情发生，我人生允许，所以我的路，第三，我的路没有白走。我的路没有白走，我的路。我人生这条路，我无白行。为什么？虽然毋是足完美，毋如伊足完整，因为我会当参加这个修办道的行列。虽然我无足圆满，啊，毋如确实我的人生足踏实的、足真实的、足真实的，一步一脚印安尼咧修的。哦，我的人生没有很完满，但我很完美，但是它是完整的哦。我的人生没有圆满，没有很圆满，但是它是真实，却很真实的哦。所以我这条路没有白走，即便错了，我错了，我这怎样？我这条路做了，我在某一件事情我成功了，我对了，做对了，我就庆祝。庆祝啊！我若做唔对的，我爱安那记住。我爱一条条，真的是一概念呀。这是我人生当中，我这一条路当中，坎坎坷坷安尼行来，我对一项代志做好，做了袂歹，我来庆祝我家己。我做有意义，我有人安，我会晓人选择安尼做。我人生对一条路做了，对一项代志做了无好。无好啊！迄个所在，咱就是该安记住，因为你唔好搁再犯啊！哦，为什么咱来开迄个会课班、签会班？迄就是要叫咱来记住。所以我的人生怎样？因为我有记住，咱拢知影哦，咱拢本性本自清净，本自具足。啊，具足智慧，
苦足，咱的清净本性啊，你的能量是具足的，所以我的人生呢，我允许任何事发生。我温存我任何代志发生，比如安那，你坦然接受，我袂搁再得偏，我袂搁再安那抱怨，我会用我正能量，因为你是苦足智慧的人，你的不是乎你家己的这正能量的话，你就会去得偏，给你想偏，你嘛会抱怨，所以我允许它发生，然后少抱怨，你要啥？少烦恼。你的心较莫去想啦，少思考，越忧虑了，少忧虑，多做事。因为什么？多做才能找到答案，多做才能找到答案。你若无加去做，就去摸索，无多去创几次吼，你拢无跋倒，你拢无答案，你唔知答案对不对？真的，所以有时啊，就是讲，你要爱知影答案，你不是爱透过了去行，你才会知影答案伫倒了。你无去做，真理论，他到泰国去，那个道经那边道路一片都很红展，迄人伊是以开创出来的，咱无去行，咱拢唔知影，我们不知道。这一次听说丽香浅浅他也跟去，他这样一路去了，他回来心得满满，对不？其实咱唔是讲咱去疗愈啊，当然咱一句疗愈一块，不，咱心得拢里面点滴的来对，心得都在里面，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允许所有事情发生，不管是好的坏的，咱就是拢爱记伫心面，咱爱安那少思虑啊。你茫一直伫遐咧，想一大代志伫遐，即件代志发生的时候，你过真无想一堆的困扰你家己啊，困扰你自己的。所以你要允许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多思虑。思虑就是讲迄个忧虑，迄个思虑，迄个思考，你安尼烦恼啦，对啦，烦恼啦。所以你要怎样去多做？多做你才能找到答案嘛。你答案哪找袂到啊？你无去行，你无去做，你哪会知影讲？原来修行学道就是安尼，原来导人的过程就是安尼，就是咱所想的讲人家一车载来遮侪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要去透过行去力行啊。力行的功很重要的各位前贤，这是后学做的，跟大家做的心得分享，嘛唔是说一定的大道理啦，这是后学透过这个题目自己去思考对照有时候后学是比较喜欢把一件事一句话或者一个经典，后学会喜欢把它先拉到自己身上去对照看看。啥物代志万物，成就就爱到咱家己的身体上去对照看下尔。我家己是差伫倒个我家己伫因内底，我有体会偌济，我有了解偌济，这是真正咱修行着总着去做。以前互人拢原来是安那，咱听到你，我全勤奖我有捌吹口的全勤奖，我保险拢有咧发全勤奖拢无吹口的也毋过，我敢若交朋友拢共款，无啥物进步。原因对，家己吹，你家己静落来，真的可以找到答案，可以找到答案。为什么？道理听等于笔记本记等于放在抽屉内底，后一翻要搁入翻，黑出来，搁来记，安尼尔，就是这个动作，就是在那边没有去改心换性，改变命运的良机。你拢无去改变啦，所以你的心性拢无改变，永远拢是伫遐。所以它是改心换性，是改变命运的要剂，回头转身才是创造命运的良方。这爱有去改变，这那是真正你要改善的。所以太祖爷呢，伊才讲讲，最大的自律才是最大的自由，克己的功夫好，才能左右逢源。各位同学，自律的是克制自己，但是你若讲用迄落边用家己去压制的迄拢袂久长。所以坚持自律是要坚持恒持的啦，爱记得恒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才有你有爱有自律，外口咧动荡不安，
其实咱来看，毋是咱家己，毋是外口咧动荡不安嘞，是咱家己心就是咧动荡不安啊嘞。咱的心咧动荡不安，咱哪会去看着外口咧动荡不安啊嘞？一概六祖咧，甲伊的十大弟子教育的时候，咧讲的时候，永远打一个大雷来哦，打一个闪电哦，做个伊的十大弟子内底讲，有个人就踹去，有个人就开心。有一个吼，有迄时代的主内底，一个去注意去看六祖，他完全不在其中，还是继续他的。这真正是进来的一门功夫呢，唔是咱讲的讲哦，我来真厉害啦，真系，这真正拢是靠安尼累积修来的经验呢。所以迄个境界吼，唔是咱所想的遐尔简单。所以有时候思考一下，别让自己的短板葬送你自己。咱来看这个汤头哦，这个头哦，其实伊会当装到足远的哦，毋过因为伊这个短板哦是地上底的，所以伊的水就我当要装较远。各位请先思考，就甲咱心顶。我的心性本来自是拢清净的，拢有智慧有成就，会当顶到圆满的哦。我的人生本来拢是圆满的哦，毋过因为你的对待。思考念头无好势，煞变你啊啦！你的智慧就减了，你会去互迄杂事烦恼，甲你无明甲你卡掉，所以你就我当像伊这水滴到远，这都拉到自己的身上，都是可以理解，会当了解的所以克己的功夫，咱讲我都能够去左右逢源，正手倒手咱拢，所以一念至神，才能改变命运的开始。重点就是讲，你家己有法度一念自省，逐项代志拢经过咱家己的身躯顶去了解、去看卖啊，思考看卖啊，我差唔对呀，我欠唔对呀，有时候真的这样子，你才知道彻底的了解答案在哪里啦。无咱拢唔知影，听着你听听呀。所以第二，清净智慧圆满圆觉。圆满不是无风无浪，而是心能安定下来，心能安住当下。弘一法师有甲咱讲物即全胜，事即全美，人即全胜，世人总追求圆满，却不知道无常才是真相。拄啊早前讲，咱拢要追求完美啊，咱是代志一项代志了，就讲半得半失，无可能完全拢是圆满的。所以伫咱要求其圆满当中，咱拢会安怎？执着伫咧遐，咱拢毋知影其实无常，人足奇怪，咱拢无去体会这个无常。无常里面其实有藏着真常，真常。完美里面它有包含不完美，所以真正的完美是要包含不完美，你这样才是完美。就讲你要完美的境，你要圆满的时候，你要包含你的过去那些不圆满，才能达到圆满。因为透过你那些不圆满，你才会去去做、去修补胡言补缺。后学好像有一个影片，后学有一次儿子呢，这欢喜去人个手机虚的有一个迄落咧考坛做迄落咧。那章鱼烧的烤盘，我太太就甲我讲妈妈，我讲，我上节烤盘呢，我讲你紧嘞，你去甲我准备一寡章鱼烧的材料。我讲你无用，讲要爱章鱼烧的材料，我哪有啥物件，我互你煮。章鱼烧我上网查看卖，大概有啥物。我有甲讲，我即摆有啥我就来准备啥高丽菜啦一寡有啥物，有杏鲍菇啦搁啥物，反正就甲穿一寡尔互囡仔去比，兴趣来啊，咱袂使甲杀他的那个兴趣啊，所以哥哥就开始伫遐做，妹妹咧做助手，两个伫遐做，头拢较袂晓，人讲第一次嘛较袂晓，定拢会破去。章鱼烧面我看伊咧用就是好势伫遐咧注意看，头拍就是平的物件，拢是伫咧壳仔内底嘛。你爱慢甲伊飞互入来，互迄个圆的章鱼烧包尾包起来安尼啦。伊配规包，妈妈，这无啥好做我讲或许有借机会甲伊教育，这个是咧代表啥？代表你的修行的。修道就是这样子，
你要甲圆满，你的人生要圆满，你的生命要圆满，你嘛是爱搭搭配合无位。你讲好烫呢，很烫呢，我说很烫，你要去拿那个竹筷给它长一点。你很烫，你要想办法，你要有地位，有地位。啊，你要想法，慢慢配到尾啊，配业就赢啊，包起来。我讲要包容，要善解，要理解，你要让它圆，就是要补圆补缺，慢慢的剥。到尾你真正杯拔出来就水。或许有这个照片啊，那个我无用过，迄照片拔出来规盘足水的，真正足水的。我后学我只体会很多了，就知道说原来修办道就是要这样。我讲啊，道在过生活，在你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是拢伫迄，道理就是伫迄，道理就是伫迄你去家体会，你去家思考，你去家经历，其实道理拢是伫你的心当中。真的，后学的女儿说，安尼我嘛知影哦。所以生命的缺口才是智慧的入口。那我们不要说怕这个缺口，其实缺口有了缺口，我们才会努力。有了阻力，你才会有助力运动，有智慧的把它转换为智力。所以心圆、理圆、事圆、圆圆。咱来看心有圆理就圆啊，你讲出来道理拢是圆的。事理你就圆，也就圆。所以人生不圆满，心要圆满。圆理圆，让你的心能够达到净土。你的心你看啥物拢是圆，你做啥物代志拢是圆的真的所以心量，你的心很重要。所以呢，才讲我时间到啊，所以嘛免去谈。所以一切圆随缘，智慧无边，圆融法界。真正的圆满是心境平静，以智慧圆满。真正的圆满是你的心境上，真正是平静，智慧才圆满流露出来。这是跟大家短长研究。所以圆满大爱，第三圆满大爱就是同源种智。有圆满，有缘，有情之缘，绝无情之缘。所以大地道人家讲有无缘代之，无缘代主，同体代依。圆圆大爱就是要安那共振。这个大爱咱若画出去了后呢，咱会当画做大爱，爱共振就会影响迄个正能量，你会当影响到咱的兄弟姊妹。就敢亲像你看迄个真好，你看伊一个镜头，伊影响到伊的全身的500几位点灯到了，拢礼拜去家风清醒转。所以用爱呢，圆满生命的缘分，爱是咱智慧的系统，嘛是咱的核心精髓。所以咱这个爱传流，道爱要传承。无一时不刻不满。所以无一次、无一环不满，不圆满。从生命的缺口看到道的恩典，咱唯一的缺口，因为有缺口，咱注意到有缺口，伊的灯得亮出来，那个光就会从那个缺口透出来。所以缺口不是不好，缺口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善用，用我们的智慧去善用。那一个缺口就是要造就你，要成就你。对，让你去能够扶圆补缺，从那个点去慢慢去修到圆满所以那个是生命的缺口，看见道的恩典第三，咱来讲的结论最后来讲的结论，生命的圆满它是无相、无解脱、无求、无住无增无极，无增是极静的伊是清净平静的，是平等的。所以你无常就是安那，你会解脱，你就会解脱。无求呢，你就袂住伫遐，你的心就会放伫遐，无住嘛。无争呢，你拢是安那，不会对分。你望的你交三争拢袂去争，所以到尾你是极静。所以清净跟平静平等，到尾你会回归到咱原本的清净的本体，清净的本体嘛。所以迄才是咱真正到尾爱啦归零，爱归零，回到咱家己本来清净。所以生命不是在解决问题，有时候思考一下，我们生命不是在只有解决问题而已而是在你我圆满当中圆每一个的缘分。
你的生命拄着每一项代志，每一件小，啥物一事一物哦，都是不是在只有解决问题哦，而是在圆满你的缘分。都讲扎草咱讲的完美圆满，要达到圆满，我们要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善解，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圆融。这一个我们才能够把它福源补缺，才能福源补缺。所以我们要圆每一个缘分。所以所以一组有缘就要去圆满，有缘咱就爱去圆满。各位填写，咱有圆满无？有吼？对啊。像我有想到天文数字，我今日有来求道做地位，我也要参加到修办的行列。这我家己就感觉讲，我家己心祝福我家己啦。各位浅显，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拍手鼓励。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后学才疏学浅啦，无啥物真好的道理啦。讲甲长长粗粗啦，讲了不对，有冒犯到的所在，求先去写一下啦嘛求咱经理啦咱顾问咱处长各位请下要组长啦互法来做一个指正互法伫咧修办道当中，咱更加自然的认识，这是互法今仔日学习的最大盼望，咱大家学习求进步各位请大家共勉，大家圆满我们的道场，圆满我们。